早兩日 Stephy 鄧麗欣喺 IG 上分享咗一輯出席時裝活動嘅晚裝相，佢優雅嘅氣質同埋凍齡狀態即刻成為網絡熱話，網民都讚佢係女神。相入面鄧麗欣身穿一條設計華麗嘅晚裝，舉手投足之間成熟女性嘅從容同自信，網友形容佢靚到驚為天人，仲認為佢嘅靚樣完全唔輸俾年輕一代嘅小花。鄧麗欣喺貼文中寫：不急不躁，把能量留俾值得嘅事，顯得優雅又淡然。Stephy 當年憑 Yes 校花選舉冠軍出道嘅清純樣，到依家影視歌多棲發展嘅成熟女星，鄧麗欣多年嚟身材外貌保持得好好，網民都視佢為美酒一樣越來越有女人味嘅凍齡代表。今次嘅晚裝造型再一次證明咗佢嘅魅力，無論係作為演員、歌手定係時尚活動嘅嘉賓，佢一直都保持最佳狀態，優雅自信嘅風格贏得粉絲同網民嘅一致讚賞。